你知唔知人生最浪費嘅係啲乜？有人話係浪費食物，有人話係浪費時間。對我嚟講，人生最浪費嘅就係自己嘅天賦，又叫做與生俱來嘅能力。有時同人相處，你會發現其實每個人都有佢獨特嘅長處，但可惜嘅係，好多人根本睇唔到自己嘅天賦，就算睇到，都可能因為環境、因為人，甚至因為自己而選擇放棄。於是，本來可以發光嘅生命，慢慢咁被埋沒咗啦。其實人一生喺度都追求一樣嘢，係滿足感。而真正深層嘅滿足，往往係當你將自己嘅天賦好好發揮出嚟。但你有冇諗過，你嘅天賦係邊個俾你嘅呢？彼得前書4章10節，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侍，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。原來我哋嘅天賦唔係偶然嘅，係神所賜嘅，唔係淨係為自己，而係有一個更深嘅目的。當一個人為自己而活，就算成功，個心都未必得到滿足。但當你開始用神俾你嘅所有去活出佢嘅心意，你會發現生命開始真正有價值。今日你會繼續埋沒自己，定係願意將你嘅天賦交返俾賜你生命嘅主？今日你願唔願意停一停，將你嘅生命、你嘅天賦重新交返俾賜你生命嘅主？如果你願意，依家可以同我一齊做一個簡單嘅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創造咗我哋，喺每一個人生命入邊放咗獨特又寶貴嘅天賦同恩賜。阿爸天父，求你赦免我哋過去因為軟弱、因為驚或者因為環境埋沒咗你俾我哋嘅能力。今日我哋嚟到你嘅面前，願意將我哋嘅生命同埋你俾我哋嘅一切重新交返俾你嘅手中。求你打開我哋嘅眼睛，俾我哋見到自己嘅價值。求你俾我哋智慧，學識點做好管家，用你俾我哋嘅恩賜去彼此服侍，讓我哋嘅生命唔再只為自己而活，唔再白白咁過日子，而係能夠回應你嘅心意，活出真正有意義嘅人生，得着從你而嚟嘅滿足同喜樂。感謝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，阿門。